人生幾十年，如果你冇一段時間係屬於自己嘅，咁你就白過呢一世啦。年輕嘅時拼搏並非淨係為自己，都係為咗家庭。到咗60歲，就算你未退休，你都係一個老年人㗎啦。呢個時候需要調整生活嘅方式，將餘生嘅時間留俾自己。我哋常常聽到要富養自己，但好多人都冇揾到富養嘅方式，以為有錢用、有屋住、有人愛，讀多幾本書，堅持鍛鍊就得㗎啦。人老咗要識得討好自己，討好自己嘅身體，適度嘅保養。好多人都會出去群體跳舞或跑步，但佢哋都唔太關注自己嘅健康狀況，唔知道自己係唔係適合跳舞同跑步。例如話，你膝頭哥受過傷嘅話，仲要去跑步同跳舞，就係勉為其難啦。有啲人就因為過度保養，反而弄巧反拙。健康其實比較鍾意傾向順其自然變老嘅人，太緊張會搞到自己好忙碌、好壓抑，會產生負面嘅影響。我哋要根據自己嘅身體對症下藥，唔好過分模仿，討好自己嘅心情，放鬆自己。人老咗，千祈唔好掉咗你嘅好心情，想做乜就做乜，想食乜就食乜，一切都係自由㗎。今日開始，記得對自己好啲，因為你永遠唔會知道下一刻會變成點。